我寫呢個唐宮恨史咧，主要就係當年大約係70年比80年嗰個時期啦。豪基公司個老細咧想揾人寫粵曲，咁由南紅姐咧就我同佢係好朋友，由佢舉薦我介紹我識豪基嘅老闆梁之恒先生嘅。咁初時咧，梁之恒先生咧都有啲猶豫，點解咧？佢話婉薇，佢話未聽過呢個名喎。婉薇係邊位啊？係咩啊？佢只識得葉紹德蘇翁咁樣甚至大陸陳冠希興叔咁，佢又識呢啲，但係婉薇未聽過。尤其是係女嘅啫，嗰陣時咧，的確係冇女嘅作家。係我識梁之恒先生之後咧，咁佢初時對我冇咩信心嘅，但係南紅姐咧就極力舉薦，佢話我舉薦得嘅人嘅咧一定會唔錯嘅，你信我啦咁好啦咁梁之恒先生咧就俾題材我。俾咗3個題材我嘅，一個係唐宮恨史，唐平王同楊貴妃嘅，一個咧就係西施同范蠡嘅故事《吳越春秋》，一個咧就係清宮怨就光緒同珍妃嘅故事。呢3個都係歷史故事嚟。首先咧，佢又話寫呢個唐宮恨史先咁，一叫我寫唐宮恨史咧。我即刻就想到一首唐詩，就白居易寫嘅《長恨歌》。7月7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係《長恨歌》收尾嗰幾句。咁我就攞7月7日長生殿做題材。咁我既然寫7月7日長生殿啦，咁佢哋梗係寫佢兩個有乜嘢説話講咧？咁梗係就7月7日就係七姐節啦。咁梗係拜雙星啦，牛郎織女啦。咁我就以雙星為題材，開始咧。就係一班宮女嘅合唱。流年似水，轉眼桂枝香飄，不得巧節，雙星渡着橋咁，咪諗起呢個情景。
月殿啊嘛，係有個呢個典故啊嘛，係啊咁佢既然未夢遊月殿咧，見到上到月宮見過嫦娥。哦，啊，咁啊見到嫦娥同埋一班宮女咧，係唱一支歌。佢醒咗之後咧，就將呢班宮女嘅歌咧嘅譜啊記咗落嚟，叫做《霓裳羽衣曲》。哦，原來個典故係咁樣嘅。係啊，個典故。咁到而家咧，呢個《霓裳羽衣曲》已經失傳啦，唔知係點唱噶啦。係啦，咁我咪代表一班宮女唱呢個《流年似水》，咁咪當係唐明皇係夢遊月殿醒咗之後嚟到記低呢個譜嘅《霓裳羽衣曲》咯，代替咗咯。係咁樣，係咁嘅。咁跟住就唐明皇開始唱啦喎。就唱呢個以往版面啦。係啦。樂太平，邊疆無戰天子笑。嗰陣時係盛唐嘅時候。係。太平盛世。係啦。咁佢啊生逢盛世啦。樂太平，邊疆無戰天子笑。年上喜笑，遍佈盛唐高富民兒，閒樂愛寄情，詩酒生笑，尋樂且歡笑，想遍月那夕花照。人遍秋雲蒼那年，生涯逢盛世，正好樂也逍遙，飲不盡玉亦瓊霜，想不盡歌情，美姨啊，嗱我就知道咧，粵曲嘅寫法咧，同一般嘅譬如我哋聽過粵語流行曲咧就唔同嘅。粵曲係先有文字先嘅，即係你作咗啲字先嘅，然後先配曲上係咪咁樣樣啊？你啲唔一定，睇下作者嘅心意係點樣，個題材嘅人物係點樣。啊，呢個人物出場應該唱乜嘢先呢？邊個人物出場先呢？點解你要用嗰個樂太平？因為嗱，同你創作一首曲嘅時間，你乜都冇噶嘛，由零開始噶嘛。其實你個心目中已經知道呢個人已經係享樂太平啦，而家就聲色犬馬，你已經有咁嘅概念先寫到呢啲嘢出嚟㗎。係啦，所以係啊，冇錯，因為佢係天寶嘅初年，係啊，就係唐朝最興盛嘅時間，係啊。咁你以作曲家嚟到講咧，會唔會又諗起呢個係應該用以往版面嚟到唱啦，抑或用咩嚟到唱？因為你已經係有咁嘅概念。因為點解咧？開頭我已經用一班宮女唱啊嘛。係。咁呢個《流年似水》咧，都係我創作嘅歌曲。戲行清咧，呢啲叫做生成人，即係由作者創作。係。啊，生咧就係生死嘅生啦，成咧就係成人咯。呢個以往就一路都係以往一路咁唱落去啦，直至唱到去直轉三腳蹬。三腳蹬係呢啲係咪又係你要求啊？因為其實嗰啲音樂家幫你配落去㗎，因為係你自己。唔係自己想落去嘅。啊，三腳蹬咧接兒王好順咯，咁啊順俾。點解三腳蹬好似兒王熟咧？你兒王幫我唔能夠唱得太長啊，係啊，好悶啊嘛，太長又悶啊嘛，沉悶啊嘛，一定要轉個曲牌要轉啦。係咁我將呢個
以往慢板咧就轉去三腳凳啦。咁三腳凳咧都係屬於梆黃之一。咁啊，唱完三腳凳，我要揾支小曲代替下。哦，穿插落去。你有冇哼兩句三腳凳係點樣樣啊？呢度係玉環嚇。玉環學得霓裳舞，不若飛燕獨嬌遙。雖是不及掌中輕，且看我吹盤面部俏。咁即係環肥燕瘦啊嘛，咁楊玉環係出去肥環啊嘛，趙飛燕係燕瘦啊嘛，係精瘦啊嘛。佢話雖然我唔好似趙飛燕咁瘦，但係我有我嘅風韻，我唔需要學趙飛燕，係嘛？其實呢啲係你創作出嚟嘅喎，你係你自己諗出嚟嘅咯喎。係當然係啦。真係好啊！真係，你個創作嗰個內容好豐富，我覺得。即係你將嗰樣嘢咧，最緊要多睇書咯。因為你畫龍要點睛啊嘛，你將最出色嗰樣你就講咗出嚟嘅。係，我思想嘅構思真係來自書本嘅啫嘛。係嘛？將嗰啲書本自己所睇過嘅吸收咗嘅嘢咧，喺個腦嗰度積累咗落嚟，到用嘅時候咪拎翻出嚟用咯。但你好似話呢啲就係所謂靈感，係。嗱，我想問你啊，譬如話你寫下嘅成日三腳凳咧，跟住就開始試工花咯喎，即係開始傾下偈咁樣。係啊，呢啲係粵曲必有嘅，滾花係粵曲必備嘅，差唔多係中藥嘅甘草，即係有段滾花咧，咁啊可以就調劑下咁樣。係，咁你接落去咧就加罐頭咯喎。掌板嘅，掌板擊樂嘅，係啦，係啦。但係咪都係你要求要咁樣？因為係佢即係編排曲曲一定係要寫作者寫，就你支曲交出去咧，音樂師傅嗰啲敲擊嘅師傅啊，自然會點樣去運用。我又想問一問你，因為你始終都係文字為主啦，佢作音樂時間佢要配翻你個字咧，有時可能個字未必啱韻噶嘛，係咪有時要改啲字去就一就啊？係啊，冇錯。有時我用呢支小曲我諗起呢支小曲都幾啱你嘅人物唱，幾啱呢類嘅風格唱噶，咁我就採用呢支小曲，少用呢支小曲自要填詞啦，咁啊依譜填詞啦，咁我對自己嘅要求都幾嚴格噶。係點樣樣咧？我填詞咧一定要係照足嗰個譜子去填嘅，照足。因為點解咧？如果你填詞填得唔啱，唔合呢個melody 嘅話咧，你交俾個唱者唔知你點唱噶嘛。可能個唱者要求你改，咁既然人哋會要求你改，不如自己改啦。咁所以咧，我未交曲之前咧，我自己先唱一次。先唱咗先，係啦。有冇遇到困難？有就即係可能整好咗先俾人哋唱。咁所以咧，我每寫完一支曲交出去咧，幾乎唔使點改嘅唱者。只有要求加。唔會要求改，唔會要求減嘅，係。好啦，醉酒呢一段咧，就呢醉酒都係melody一首古曲，係啊，係流傳咗好耐㗎啦。聽講咧喺清朝嘅中期咧已經有醉酒。所以你寫我睇過啲資料。呢個曲詞嘅時間，你其實已經有醉酒個概念㗎啦，就用醉酒呢個 melody，用呢啲字咁樣樣，已經有㗎啦。唔係，我覺得邊支曲好聽，適合呢個劇係啦，呢個劇情嘅，呢個人物我就採用邊支曲。就請飛子歌舞一番。
跟住帶落去。個概念清晰啲咧，我就覺得原來作者咧，佢其實係大致上都定咗個格式㗎啦。我呢度係加罐頭、醉酒，下邊嗰度我出減字芙蓉，呢度我跟住我出滾花或者花咁啊，紫荊花咁樣。其實個作者已經係鋪排咗喺度啦。就有陣時咧，就想起應該用咩曲牌先至啱，咁然之後順序改。有陣時用下咧，隨時會改嘅。係，隨時會改曲牌嘅。呢度轉落嗰度唔啱喎，唔用啦，用過第二支啦咁，用過第二種曲牌啦咁，或者第二種幫忙啦咁樣。你係咪都要好熟曲嘅咧？其實要腦裏邊已經係好多曲喺腦裏邊，你已經係嗱呢啲就係經驗嘅問題啦。經驗你寫得多咧，就自然經驗豐富啦。知道邊啲人物可以唱乜嘢曲啦咁樣，乜嘢曲可以適合呢種人物唱啦咁樣。亦都知道咧，幫忙太長喎，要幫忙捉喎會好悶喎，要轉下曲牌喎咁。你自然而然咧會知道噶啦，呢啲就係經驗問題啦。係咁嘅。冇錯，你睇下嗰個劇情係點樣咯，運用咩曲牌咯。譬如唱下歡樂嘅，突然之間有啲突發嘅事情都要轉一個曲調㗎。咁因為你其實一首歌佢個豐富嘅內容咧，實際上係好要求個作者佢自己本身咧個構思擺落去。嗱個曲情我需要有啲版我需要有以往我需要有反戰中版咁樣。作曲係一種學問嚟嘅。呢個人物需要唱咩曲，乜嘢曲適宜呢個人物又要有熟悉呢個歷史，又要熟悉呢個人物，甚至你寫呢個人物咧，亦都會知道當時佢唱呢支曲嘅時候嘅心態係點樣，佢當時嘅情緒係點樣，喜怒哀樂、悲歡離合，你都要因應當時嘅呢個人物嘅情緒、心態嚟到去描寫、去運用。因愛而多愛似共結不能在地為你知，在天亦為比那了，金釵依前行香愛，君王心事，可
就想請你同大家啲觀眾講下，你有冇試過係為某個人度身訂做某啲曲咧？有文千歲咪係咯，梁漢威咪係咯，係啊。會有咩唔同？譬如你同文千歲設計同梁漢威嘅設計會有咩唔同咧？唔係唱腔唔需要我設計啊，你設計埋唱腔，你嘅唱腔佢未必中意，因為佢係好資深嘅唱家，好資深嘅老倌，佢自然咧會自己懂得點樣設計唱腔，甚至咧你交支曲出去咧，你嘅以往點樣唱，你個中版點樣唱咧，音樂師傅咧個頭價都會同唱者設計埋唱腔嘅。當然啦，你如果有你有特別嘅要求，你可以寫你自己嘅特別嘅唱腔落去都得嘅。咁啊睇下唱者啊喜唔喜歡採用啊，或者認為呢個唱腔啱唔啱佢用咯。有陣時唱者都有要求㗎嘛，要求你嚟到呢度咧，最好你俾段反舌中版我唱啦咁。直舌轉反舌啦，好唔好啊？咁樣咪有要求嘅，係。咁唔同嘅大老倌寫曲係咪都要跟佢自己個風格？好似阿麥炳榮榮哥咧，佢最中意唱反舌中版嘅。係啊，咁你都要跟個老倌嘅特色。梁漢威啦，阿威哥又中意唱反舌二黃嘅，係啊，因為阿嚴淑芳阿芳姐咧同埋方艷芬芳姐咧都中意唱反舌中版同反舌二黃嘅。所以每個老倌都有佢自己嘅特色，咁你跟佢嘅特色，咁佢度身訂做俾佢啦。著名粵劇編劇家、撰詞家阮眉女士今年慶祝奇異之年100歲上壽，隆重舉行味千拉麵呈獻阮眉100歲頌主人作品慈善大匯演。兩位香港紅伶，包括喺李後主同龍劍生拍伙嘅正印花旦梁子琪，以及當時得令嘅文武生梁振文，聯同本地曲藝名家攜手演出阮眉歷年作品折子戲及粵劇曲目。100歲高齡嘅阮眉女士亦會登台演出讚頌主人。味千拉麵呈獻阮眉100歲頌主人作品慈善大匯演，2026年9月2日星期三下晝12點半。喺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何伯超劇院盛大演出，只演一場，所得收益捐贈加拿大號角作福音事工發展之用。味千拉麵呈獻阮眉100歲頌主人作品慈善大匯演，本年度矚目盛事，必然精彩，門票現正預售。特別鳴謝冠名贊助味千拉麵，黃金贊助粵樂軒李婉文師傅、皇后明燭、恒生地產 Bonnie Wan and Daniel Wan， 白銀贊助宋偉鄧仲美伉儷、邱偉恒先生，105 Gibson 中心粵曲班、歐振宇律師事務所，茶點贊助新之比，膳食贊助東海堂港式麵包餐廳、海棠靚小炒。